果来是云林的斗六高中有一个今年要毕业的同学做一出的毕业影片，记录伫学校的点点滴滴。因为疫情无法度参加毕业典礼，互人真遗憾。斗六高中的学生李思贤，用疫情期间将过去和同学相处的记忆变作毕业影片。当然会有点遗憾，就是没有办法跟同学说再见，但也因为这是疫情，所以这次的毕业典礼也很难忘，就是改成线上的方式，然后也传递一些正能量给就是在台湾抗疫的台湾人。看到学生做的影片，馆长张丽仙嘛真有感觉。为了弥补大家无法度参加毕业典礼的遗憾，云林县政府嘛和县内电影院合作，送出5600多张的电影票给县内高三毕业生。希望未来等疫情较回，大家会使见面做伙看电影。再给他们塑造未来有机会再相聚的机会，所以我想送他们一张这个电影票。就是希望他们等到疫情退散的时候，大家可以相约去看一场他们喜欢看的电影。透过电影票，希望会使当作大家毕业礼物，嘛期待会使赶紧各见面。